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5月初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今日新闻头起先来看，咱台湾有7位立委访问美国，昨初二行程已经结束。一个美国国会因计共是见到10位议员，访问团的成员嘛证实，咱台湾伫咧关税谈判确实是和南韩、日本、越南拢排伫咧头一轮。也若是敢有见到美国国务院，也有国安会，立委是甲咱回应讲，有见到应该爱见的人。台湾立法院访问团随日结束访问美国行程，通讲7位立委行程拜会北京的国安会加国务院。立委回应讲，访问团有见到应该见的人，层级不加权，也确定伫咧对等关系谈判，台湾排第一轮。确认我们是叫做 first four，first four 就是台湾、韩国、日本、越南，也就是在关税谈判上，台湾目前在进行谈判中，是第一群4国，所以它不会只是光从一个所谓的贸易的角度来看待台美关系，或者台湾在这一次关税问题上面的一个处理啊。这也是刚才王委员有提到，就是所谓 first four。立委表示，美国审视台湾的半导体等高科技产品，唔那是考虑经济利益，更加考虑国家安全。相关政策估计伫5月初公布。针对台海安全，立委讲，美国官员讲到中国的普色地带作战手法，也期待台湾提悬国防预算，也落建军事特别预算，伫立法院交付委员会。很多预算的编列上面，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回到台湾之后啊，我能够大家重新审视在国防预算的冻结或者是删减上面，是不是大家能够来重新做一些检讨啊？我在内政委员会，那我也是非常支持这个海巡相关的预算哦。那未来我相信我会把这样的资讯带回去党团哦。那尤其针对海巡的部分哦。好，这一次在捍卫国安的原则下其实我们是绝对支持提升国家的防卫能力的，一定是以国家利益优先为准则。一礼拜国会交流之路，访问团总共见7位美国参议员，加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3位众议员。访问美国最后行程，跨党派7位立委拜访驻美国军事代表团，为访问美国之路做一个结束。公司国际记者彭祖绥美国华府采访报道。今日的报纸还有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看自由时报，新台币换美国汇率将是大起9.53，起的幅度3.07%，是在2002年以来高一天起上界多，加做亚洲同一天上强的货币，这计数是从16个月以来上界悬的。接落来看联合报。根据卫福部统计，囡仔过动使用3C 产品是出现真侪问题。近年对身体不当对待案件当中，有1成6甲儿少使用3C 有关系。亲像这囡仔性剥削案件，就有8成6的被害人是学生，这7成是使用网络犯案。上尾来看中国时报，农业部规划对7月开始，年外只要是饲一粒室内，出外会用人啊、鸭啊，也是塞车来载。就未阁强制要求爱注小狗病疫苗，不过兽医师工会是呼吁讲应该补助这疫苗的来补助来提升注射比率。接落来看这因应美国关税冲击，行政院是提出4100亿的特别条例补助，总体咧立法院一读。原来是总预算案内底头一批238案的改档案，嘛已经全部交去审查。这行政院长杜永泰就感谢立法院，希望两院会当做伙合作，甲速度变较紧的。不过南北党团有关是强调讲会严格审查。现场大家都支持，没有任何意见，我觉得非常的欣慰。我们希望要行政立法两院一起来合作，这个速度才能更快。没错。面对美国对顶关税政策冲击，行政提出4100亿特别条例来应应。切至在立法议会调遐无异议之下，一同交付经济财政委员会临时审查，就惊引起调遐攻防。民进党团切至表态，并且南北党团全部合议动议书，和特别条例草案进入理性讨论。希望各党团能够签出不复议的同意书。不管在4100亿或者是解冻案的部分，我们仍然会本于在野党的职责来做严格把关。其中因应高关税的这个层级的，要怎么样来帮我们产业他们的，我会强烈的支持。
那北龙表态严格把关，那特别条例草案有进度，预算内底包含行政院中选会被动嘅70%业务费嘅改动限定，第一波238项改动项也全部付费审查。不过，因前正过 NCC 人事案都用台原本，升到4月底提名单，不过决定跳票。很抱歉，本来我预计4月份，那可能我们在下个礼拜看能不能让他们完成自己这个工作上的安排，但是人选上都已经确定。那被立委拢批评执政党团名单，未来 NCC 委员名单送入立法院，恐见佫引起调查攻防。记者综合报道。检调查罢免假人数，暂时去朝国民党台中市党部，也有区党部顶北所在，带走10个人回去问话。这国民党市党部的书记长陈建峰，第一组总干事吴康良涉嫌伪造文书和告知法等罪嫌，申请羁押禁见。其他6个人交保，也有其他人是请回。也若是家人是迄边，找伊是阁有2个户政事务所的主任去互约谈交保。市议员郑文定昨就去监察院检举家人市长贾国良失职。设置透早8点外，台中地检署并分8路到国民党台中市党部、区党部顶北所在搜查，将近2点钟，拿电脑主机也抄走内底党部职员。不管是负责党部的社团活动，或者是选战护选工作，检调侦办罢免涉嫌伪造文书案，带回涉嫌人甲证人10外人，9案罪名。台中地检也强调，罢蓝罢绿拢会办。台中市多位立法委员罢免提议案，疑涉不法之情资，本署不预设特定立场。秉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侦办案件，尊重这个检调，尊重司法，也希望能够尽速的厘清。不可能在我的选区，这个死亡联署的比例会高成那个离谱的地步嘛。国民党台中市党部表示尊重依法办案，不过台南甲上北市党部遭到搜查，即马换到台中市党部。当初协助刘伦批评这是对在野党的对杀。赖总统的态度已经很清楚啊，他希望每一个选区。只要罢蓝的都要过关，所谓的鹰犬们就全力的照他的态度来对在野党不断的追杀。同款是不实联署案的调查，已经请示基隆市民政处长张延祥承认利用户政系统查告组协助罢免民进党议员找过2个户政事务所的主任遭到约谈交保。市长贾国良表示尊重甲遗憾，我们一定会道歉，也一定要道歉，在这几周内让相关单位能够把事情都调查清楚。你所谓的适当时机，是等到你的犯行，你有参与期间的犯行被发现吗？过去张渊祥处长任内有没有涉嫌其他违法行为，也没有进行调查。基隆市政府已经内稽内控失灵。民进党市员陈文恒初次古增到监察院检举贾国良多多不周违反行政中立，希望监察院应调查清楚规个事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消息，南美洲智利南部外海初二是发生规模7.5的地震，智利发布大海啸警报，民众得赶紧退离去地势较悬的所在。也若是阿根廷是禁止水上活动上午3点钟，加在是拢无人员伤亡。手机警报响，警察塞行动无方便的民众去关的所在避难。南美洲的智利南部外海，当地时间初2早起发生规模7.5的地震，深度48公里，算千层地震。真侪人讲又甲真厉害。Me vine de Brasil, me vine pasear acá, pero sorpresa para nosotros, para todos. Aviso de tsunami. Y bueno, estábamos comprando y de repente empezaron a evacuar. Es la primera vez que vivimos una situación así. 智利当局随发布海啸警报，撤离上南边的麦哲伦智利南极大区的民众，超过3000人被疏散到地势较悬的所在。智利灾难管理机构讲，智利南极研究基地内面的32位人员也照停驶撤离，并且发布相关层级的灾害警报。阿根廷是关闭南部海域的水上活动至少3点钟。好在在地震无造成关键基础设施损害，也无人员伤亡。要也解除海啸警报加撤离命令。Se desactiva esta evacuación preventiva, pero se mantiene el estado de precaución. Cuando hablamos de estado de precaución, como reiteramos lo que decimos anteriormente, es cuando se esperan
olas entre 30 centímetros y 1 metro, y eso implica también。咱中央气象署网站也发布有接到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的通报，研判可能会伫咧太平洋地区引起海啸的威胁。气象署讲将会严密的监控所落来影响，随时提供上新的资讯。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译。转来看国内消息，台北市一间私立幼儿园园长的后生毛俊新，是甲6个幼稚园的祖囡仔性侵，一审判28年，二审加重改判28年8个月。检方认为有关是判了伤过轻上诉，不过最高法院驳回，所以讲这阵是确定判28年8个月。要不要公开跟小朋友道歉？记者一直甲问伊拢无应，伊就是毛俊新，伫老母开的幼儿园工作，涉嫌侵犯6个无到7岁查某囡仔，一审判28年。抑过二审认为讲原判伤轻，认定伊犯下226条的罪，累积刑度是1291年，加重改判28年8个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案。被告不服原审判决，上诉于本院，主张原审量刑过重。本院审理后认为，所谓量刑即定应执行刑，并未违背罪刑相当原则。身为幼儿园园长后生，对2022年7月起犯案，因为敢若承认有冒犯甲翕性影像，可能对囡仔性侵害。不过最高法院审理了后，认为二审已经说明，伊的犯行对囡仔身心发展造成无度抹灭的严重伤害，到即阵也无甲被害家属和解，以强制性交罪罪名论罪，量刑甲判决无违误。谢谢法官帮我们公道。说真的，我们应该感到很开心、很高兴才对。可是，就身为妈妈我而言，其实我却感到有一点悲伤。创伤其实一直都在。专案经过几年，受害家属来信真拖磨，就算进官司确定，家长员真自责，所以爱面对附带民事官司。他是有写信想要跟家长来做致歉，也有写信给小朋友。那当然，大部分的家长是比较没办法接受，说还要读这些信件的内容。那我手上处理的这个家长的案件也都有顺利提出附带民事求偿。案件经过检方扩大追查，发现伊佫冒犯其他39个查某囡仔，连伫公共场所也涉嫌偷翕这个未成年的性影像。另案起诉了后，也才伫一审审理。孩子因为在这个年龄层，他很容易在时间、空间的部分做了一些错置，所以可能成人呢就会忽略他们提供的一些资讯。代志发生了后，儿童少年安全保护也引起社会关心甲注意。尽管基金会建议落实这个行政调查，更加袂使忽视囡仔所讲的话。记者综合报道。白沙屯妈祖往北港进香，这阵是已经行到婚林元昌乡。若是照时间行程行，预计今日中昼11点就会到北港。这妈祖銮桥从下晡点外到中华新港的时，这法院宫是传真侪点心和香灯卡享用。这宫田宫就表示，因为香灯卡的人数多，休困的时间就较长，所以讲今年妈祖到中华的时间是比往年慢2点钟。白沙屯妈祖往北港进香，伫5月初1半暝11点25分起驾，妈祖桥沿路行海线，要拼36点钟到北港。甲台中龙井交界的中华新港乡，车里顶部已经出现袂少香灯卡。新港当地信用中心法院宫的庙埕人真是小矮小客。虽讲白沙屯妈祖进香的路线无固定，但是妈祖若是选择为海线落南，就会经过遮，所以庙方嘛早早就来准备传济食物甲凉水，要互香灯卡享用。有鲜草饼、油饭甲草皮仔粿，甜的、咸的拢总有。庙方出动200位志工，开10外大鼎煮食，要来服务33万的香灯卡。为10多年前白沙屯嘛经过遮就拢会参与，拢会出来安尼。嘛感谢妈祖的庇佑，遮香灯脚大家遮用心，电会当传的尽量传。阮昨的对妈祖出发啦，行几暝，走到这里有点累了，看到美食超棒的。今年白沙屯进香报名人数33万人，创下历史上悬的纪录。妈祖銮桥伫拜五下晡2点才行到新港法院宫的路口，庙方人员嘛出来迎接圣驾。但是妈祖神轿伫路口小可停留了后，就继续往鹿港的方向行。少更较济所以讲有小可delay2点钟。宫田宫表示，今年因为香灯卡的人数多，加上妈祖神轿停驾时间嘛多，时间有千大约2点钟，嘛呼吁信徒一定爱惜家己的体力，唔通硬颈，安全第一。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
有人讲妈祖婆是台湾人信仰当中的妈妈。台湾的艺术家就透过绘本出大家城，用台中大家在地人的角度，把因所看到的现象、火车艺术甲沿路的点心搭拢画落来。作者就表示，来参与民俗活动的人，伫咧这邀请的过程当中，拢有家己的舞台甲人生故事，这就是上界吸引人的所在。这个拜妈祖的人，伫百几年来旧历3月，为着要甲伊做生日，来到大甲旧娃做伙，因光新桥国行到新港去进香。绘本作者宝宝是家己配音，在讲家己自细汉在大甲镇南宫边仔大汉的故事。绘本名就号做出大甲城，所有伫咧大甲妈绕境过程中，通看到的电头、火车艺具，也佮有沿路的点心搭，拢互作者画落来。伊讲伫即本册内底，伊虽然无画着妈祖，毋过所有参与即个民俗活动的人，拢因为妈祖有属于家己的舞台甲人生故事，伊认为这才是上吸引人的。火车啊，足侪艺伎。你会使想讲，若是一个意大利的人来看，伊迄基督教，伊感觉就是像讲伊圣约翰啊，是啥物耶稣啊，是玛利亚，拢讲你甲做一个像啊，全插伫面顶会旋转的呢。我伫咧即个构图内底，我昨甲变做一个那百科全书，就是遮侪车摆落去，敢若咧看一个奇怪物件图鉴的迄款感觉。作者表示，会有这个绘本，是因为伊在英国留学的时，互伊深入思考家己是虾米人，佮有家己和故乡的关系。回来台湾以后，2014年甲完整的绘本完成。作品经过10年，作者嘛因为绘本和剧场的工课，近2年接触到台语的文字，互伊想到当初在创作的时，头壳内想到回忆和对话，其实拢是台语。后来在今年4月重新推出台文版。迄思考的时阵，拢是台语出来。我遐囡仔伴。大家拢用台语，台湾人算讲有一个文字，其实迄个感觉是足感动的。嘛，原来我所讲的这个声音，若写出来是安尼，其实迄个感动是足歹形容的。透过这本出大甲城，作者表示，希望透过在地人的角度，甲台湾的文化，佮对这块土地的感情，用生活的景致，为互台湾人了解，嘛甲台语的水透过有声的版本分享予愈侪人。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为着提升囡仔学本土语言的兴趣，高雄演造的深水国小是甲台语课程结合日常活动，甲这教室改做是超市，或者囡仔人来搬演人客甲头家。透过买菜、买果子的活动，趣味学台语。免走，啥嘛免走。这样好，看等去。大家讲后届过来交关。后届。过来交关。拢无爱搁送一个。菜买好去柜台找头家算钱，两个囡仔伫买卖过程练习讲台语来互动。高雄演造的深水国小老师，甲教室打造成这个小小的超市，互囡仔透过物件买卖过程去学菜色、果子要安怎念，买卖物件过程是安怎做的，将教学结合生活，互囡仔趣味学讲台语。买菜哦，啊你有学到啥无？有。啥物物件？买零仔菜。生活啊，头家，后边我过来。深水国小全校学生只有24位，虽讲是小校，不过学校教学真用心，尤其是推广台语，因若打造一款浸水式的台语学习课程，平常时也鼓励其他科老师加用台语上课，因为深水国小的囡仔厝内底拢是讲台语较济，学校希望囡仔来学校自然讲台语。咱讲华语讲的就是种接地气啦吼，然后家校能够合作的是透过学校甲家庭哈。一致性的这个教学的目标，来使咱的母语的传承，会当更较成功。这柜啊，这是活动式的，所以你会当学白白。啊，若是顶悬的物件换掉，伊可能会变做册店，啊，可能会当变做饮料店，嘿，就无一定，嘿，还是当去安排。为了深化本土语言学习前景，113学年国教署选择深水国小在内3间学校试办。学校讲后续也会安排囡仔甲家长做过去参加台语认证考试，对咧传承母语，也互囡仔对学台语这个代志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记者柯家如区朝阳高雄场报道。玻璃工艺捌是咱台湾外销澳洲、美国、日本上界主要产品。在上界请样的时期，敢若苗栗、竹南都780间的玻璃工厂。不过时代变迁，玻璃是渐渐去互塑胶取代去，工厂嘛刷起国外，玻璃工艺怎落济？
为着卖互这款传统产业消失去，这少年的玻璃工艺师就用老师傅的经验，结合新一代观念，要互这台湾的玻璃产业再现风华。因暗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梦，就要带恁做伙来看这清外岛的热情甲创意。在民国49年至69年之间，咱台湾玻璃工艺产业，苏当时台湾甚至互讲是电火岛王国。而且迄当阵做玻璃师傅的薪水，是袂去输互现处时新竹科学园区的工程师。早吼，我学师迄当阵哦，做玻璃的工钱哦，比湖水的啥物拢较悬。迄当阵的玻璃厂的师傅，咱讲实在，新竹来讲算悬的。迄个年代，玻璃厂的师傅是行路有风的时代。清外岛的窑，规年烫天24点钟安尼行。这款小热的工作环境，要让少年人来学是真学。我一开始非常的不适应，因为在夏天的时候，玻璃工厂非常的热，1000度的窑炉好几周一直烧，然后人都每天都满头大汗，对，非常的难习惯。为了让传统用本的玻璃产业搁再加热，新世代少年工艺师结合设计甲造价的概念，创造新的发展。较早拢咧做代工，但是拢对美感不足。转来台湾了后，我直接去学校选少年啊设计师，希望教育因天马行空的想法，然后用新的概念落去做应用，安尼才有机会去做后边的咱这个起草的开发。那我觉得文化透过饮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媒介，我们的器皿、我们的食物跟甜点，可以跟环境、跟这个文化跟历史有很好的结合。玻璃工艺要是台湾的经济奇迹甲骄傲。这群少年的工艺师伫传统当中创新，用清外岛的热情发展出新世代的模样，要让传统用本的玻璃工艺会当再现风华。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玻璃在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21度到32度。中部地区22度到31度，南部地区22度到34度，东部地区21度到29度，外岛地区20度到29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祝您平安顺心，再会。